南方澳跨港大桥是南方澳的地标，也是南方澳能够成为魅力渔港的指标。这座桥是1999年这个完全通车呢，到现在历经20年。这中间我们有发现到有16级的台风，但是我们这次的台风是14级的风哦，显然跟台风的关系比较没有直接。但是今天早上有发生这个地震啊，所以大家在议论纷纷，这座桥为什么会断？那这个留待给专家做一个深入的一个调查。那是不是各种原因都有可能啊？那我身为中央的民代表，我第一时间联络我们的内政部长跟我们交通部长，他们也第一时间呢就赶过来了啊。那所以相关单位、地方跟中央的协调，我们一直积极在进行，也希望在这个协力合作之下呢，减少最少的伤害，同时呢能够尽速这个完成抢灾。那我也跟这个交通部长这个做建议哦，我们渔民因为南澳的跨港大桥整个崩塌，无法出海这个捕鱼相关的损失呢也要有一定的机制来做补救同时也要尽快让这个航道能够让船只能够出入方便。那最后我想说救人其实是最重要的哈，所以现场我们都是以救人第一的哈。我看到中央跟宜兰县政府这样合力来进行抢救了，我觉得相关的民众看在眼里面呢，应该可以对这次的一个抢救的一个时效性呢大家应该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也希望说复原的部分呢能够尽快展开进行。好，我们这次发生了我们南方漂浮桥这个灾难我们的渔船新台盛266、新台盛366跟新台盛33号船主在现在已经遭受到这个畸变价值已经2亿3000多万都没有了我希望站在我们渔会的立场，希望政府能够来作为补偿，让我们这个渔业人能够重生的机会再来就是我们有外籍的船员已经在里面船主也非常的非常着急我也希望政府尽速的能够让我们这个找到我们的外籍船员，也让他能够安心的走我希望我们的渔会在这过程当中，也希望呼吁我们的渔民在这2-3天当中，我们已经建议了政府在这个渔船通道上面尽速让我们渔民能够通行让我们渔民能够在这段期间能够来在外面能够在这捕到渔获，让我们的渔村重现以前的风貌相信这次的事件也让我们了解我们的民间的力量的结合，让我们的急救难的工作能够更顺遂、更顺利也感谢我们的河马南的救难协会。